2025年的全運會於11月開始，精彩絕倫，順利完成。小朋友海希及希兒把運動會的氣氛帶到院舍老友記當中。我今年6歲，我升1年班。好啦，大家用啲掌聲歡迎下先。拍手功，拍鬆經絡，血氣通，血氣通，血氣通，行走輕鬆快如風，你也通，我也通，大家齊做拍手功。哇！我哋數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。好啦，由你依叔叔睇啦。哇！好犀利啊條腰！大家做唔做到咧？條腰好犀利喎。係好犀利呢個。呢張就可以高啲啊！呢張雙腳跳係咪？好，係。1、2、3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3、2、3、4，4、2、3、4。哇，好嘢啊！再俾多個波佢碌啊！再碌啊！你碌到話我聽，頭先係咪碌到一個啊？好啦，碌完我哋去第二張台。都係要靠隻手嚟拍。咁究竟應該咁樣拍好啊？定係咁樣拍好啊？大家一齊做呢個手勢，我就知道啱唔啱啊！達叔做得好，將1、2、3我哋嚟啦，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。跟住射籃咧，射籃咧個手都要慢慢咁將個波舉起，然後就擺去到個籃嘅時候，嗰下點啊隻手，係咪啊？我哋一齊，你轉條好飄咁樣，哇，好有動感喎！哇！犀利啊！好啊，拍啲掌聲俾佢。小朋友2次以關懷行動扮作運動員，與老友記分享泳式、跳繩、籃球、遊戲、問答比賽，大家都感受無比溫馨快樂。第3次的探訪，成就更好的交流，這個體驗太好了。